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0月15，罗马书3章23到24节安尼讲，因为众人已经犯罪，上帝荣光得无着。但为着伊的恩典，白白得着称作义，对伫基督耶稣的赎回。三角来祈祷，对伫基督耶稣的赎回，互阮通白白称作义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荣耀的主，你是满有恩典甲真理的上帝，你的荣光遍满全地，你的慈爱永无改变。主啊！你用公义建立世界，佮用人命救赎罪人。主啊，我们要学到你的奇妙伟大，因为你的恩典极宽极深，我们深深来感谢。主啊，阮承认家己是罪人，捌远离你的荣耀，活伫自我的骄傲中。主啊，总是你无弃杀阮，反倒当用恩典将阮来挽回。主啊，因为众人已经犯罪，互你的荣光得无着，但对伫基督耶稣的赎回，互阮因你的恩典白白得着称作义。基督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